路加福音第19章，耶稣入去耶利哥，对遐得经过。伫遐有一个人，名叫做撒该，伊是冒失的头人，真好业。伊爱要看耶稣是甚物款人，不过因为人真多，伊的身材佫矮，看袂到，伊就走进前。爬上一丛酸菜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特别对遐经过。耶稣行到迄个所在，抬头看，对伊讲：“撒该，赶紧落来！今仔日我一定要带恁兜。”撒该就赶紧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众人一个看到，咬咬念讲。这个人说入去做人的厝住。撒该徛地对主讲：“主啊，我要摕财产的一半进这散车人。我若有甲人变钱，要四倍还伊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今仔日拯救已经到这个家，因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主来是要找失落的人来甲伊救。”众人在听这话时，耶稣阁甲因讲一个譬喻，因为伊特别到耶路撒冷，国遐的人想讲上帝国两边会实现，耶稣就甲因讲：有一个贵族去真远的所在，要受封做王才转来。伊调集10个奴仆来，互因10个金币，甲因讲。到我转来以前，用这个金币去做生意。本国的人民怨恨伊，找一个使者缀伊的后面去，奏讲：阮无爱这个人做阮的王。一个贵族受封做王转来的时，叫遐个领着钱的奴仆来，爱知因逐个人趁偌济。头一个来伊的面前讲：主啊！我有用你迄个金币趁10个。主人甲伊讲：真好，好的奴仆，你既然伫小事忠实，我要互你管理10个城。第二个来讲：主啊，我有用你迄个金币趁5个。主人嘛安尼甲即个人讲：我要互你管理5个城。搁另外一个来讲：主啊，你看。你的金币伫遮，我用手巾甲伊包起来藏。我真惊你，因为你是一位严苛的人，无价你嘛要领，无证你嘛要收。主人甲伊讲：你这个可恶的奴仆，我要照你家己所讲的甲你定罪。你既然知我是严苛的人，无价嘛要领，无证嘛要收。你若无将我的钱寄伫银行，等我转来的时，通领母钱甲利息。主人就甲徛伫边仔的人讲：金币甲伊摕来，交互迄个有10个金币的。因就对伊讲：主啊，伊已经有10个金币啦。主人讲：我甲恁讲，已经有诶，要搁较侪互伊。无诶，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摕来。毋过，遐个对着我，无爱我做因的王诶，甲因拖来遮，伫我诶面前刣死。讲这话了后，耶稣行做前上耶路撒冷，伊特别到叫做迦纳迄个山的山骹的伯法奇，甲伯大尼的时。找2个门徒，吩咐因讲：恁去对面的庄舍，入去的时，会看到一只还无人骑过的驴仔囝，伏伫遐。恁甲伊偷开，牵来遮。若有人问恁是安怎在偷驴仔囝，恁就讲主要用伊。因就去，所拄到的代志，逐项甲耶稣所讲的相款。因在偷迄只驴仔囝的时，主人问因讲：
恁是安怎得偷即只驴仔囝？因应讲，主要用伊，因就牵迄只驴仔囝来互耶稣，将因家己的外衫挂伫驴仔顶，甲耶稣扶起徛。耶稣徛驴仔囝进前行的时，众人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，甲伊欢迎。耶稣特别到耶路撒冷，要到橄榄山的所在。规大阵的门徒，因为看到一切奇妙的事，就拢欢喜，大声学乐上帝，讲：奉主的名来的王，应该得到称赞。愿天顶和平、荣光归乎至权的上帝。众人中间有几若个法利赛派的人，甲耶稣讲：老师，要责备你的门徒。耶稣应讲：我甲恁讲，因若点点遮的石头，嘛会大声喊出来。耶稣特别到耶路撒冷，看着城，就为着城哀哭，讲：我实在真爱你，今仔日知安怎才会得到和平。毋过，现在对你勘地，互你看袂到，因为日子得要到，迄时你的对敌会伫你的周围做土堆包围，对四面甲你攻击，因为将你甲你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，无留两块石烧塌。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机会。耶稣入去圣殿，起手赶遐个卖物件的人出去。伊甲因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我的厝应该是基督的殿，恁煞甲伊变做土匪仔窟。耶稣逐日伫圣殿教示人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、甲人民的头人。一直计谋要害死耶稣，毋过找无法度，因为众人拢真注意得听伊的话。